大家好，我係圈媽，歡迎你收睇我嘅頻道。雞蛋係我哋餐桌上嘅常客，亦都係日常均衡飲食嘅關鍵食材。當前無殼蛋、無裙蛋、富士蛋等等細分品類日漸豐富，消費者嘅選擇越嚟越多元化。但係一啲傳言俾唔少人喺揀雞蛋嘅時候犯咗難。喺網絡嘅平台上，關於雞素雞蛋嘅講法流傳甚廣，幾乎每一隔一段時間都會話好多雞素雞蛋流入市場，咁樣嘅內容出現。長期蛇係字眼嘅雙黃蛋就係雞素蛋，呢啲草木更新嘅內容俾唔少消費者睇得心慌。所謂嘅雞素雞蛋嘅講法係咪真係有科學依據呢？雞蛋仲可唔可以放生食啊？有一部分嘅養殖戶發布雞素雞蛋嘅視頻，引導網友買自己嘅土雞蛋，實在太可怕啦！雞素嘅雞蛋又流入市場，喺短視頻嘅平台上，雞素雞蛋嘅堪稱流量密碼，唔少日常內容即係得幾百點讚嘅賬號，一旦發布雞素雞蛋相關內容就係輕鬆上萬嘅讚。喺呢啲視頻嘅描繪下，所謂嘅雞素雞蛋已經佔據市場，走上大眾嘅餐桌。評論區呢，焦慮嘅情緒撲面而來，有啲網友就問：點解要俾佢流入市場？有啲網友仲疑惑：而家仲有咩嘢可以食？直言想回農村自己種地養雞。雞素雞蛋味會大冇買，可惜呢幾招一眼就識穿雞素雞蛋。第一個睇構圖，一般呢雞素雞蛋會比較大，而且佢嘅表皮比較薄，一捏就碎。有啲研究發現，幾乎所有此類嘅視頻都係重複一樣嘅話術：個頭大、蛋殼薄、蛋殼軟、雙黃蛋、表面光滑、雞蛋散黃呢啲特徵都成為咗雞素雞蛋嘅判斷依據。有啲網友直呼咁樣一嚟啊，我買嘅都係全部雞素雞蛋全種埋啊！雞素雞蛋係邊度嚟嘅？呢啲視頻嘅口徑都係高度統一，有啲不良嘅養殖戶為咗提高蛋產量，喺飼料裏邊添加大量嘅激素嚟誘賣。呢啲激素殘留喺雞蛋裏，長期使用呢，會俾身體埋下重要嘅健康隱患。激素分為外源性嘅同內源性嘅兩大類。呢啲視頻所描述嘅激素雞蛋，都係指向養殖戶過程中人為干預之後產下嘅雞蛋，聲稱養殖戶為咗俾蛋雞產蛋快速增重，喺飼料裏邊添加激素類嘅物質，最終就係導致激素殘留喺雞蛋中。未去都係呢啲內容宣揚嘅重點。有啲視頻就係話，激素雞蛋會導致內分泌失調。食多咗你仲會傷肝傷腎，甚至會致癌。更有啲內容就係將所謂嘅激素雞蛋嘅迷去焦點對住兒童、細路哥，反覆強調長期使用會導致性早熟。有啲暗訪嘅記者發現，發布呢啲激素雞蛋湧入市場嘅內容賬號，都係有一啲係養殖戶。視頻最後，佢哋都會話引導大家買自己嘅放心土雞蛋，並提供檢測報告。我作為一個買雞蛋嘅人，都係會定期做檢查，並且把報告圖嘅圖片直接貼喺商品鏈接入邊，大家拍之前呢可以睇一睇。實際上呢，有啲暗訪嘅記者發現，商家所謂展示嘅檢測報告都唔包含有激素類嘅項目。記者查完發現，所有管理條例、法律法規即係明令禁止喺飼料同動物飲水中添加激素嘅藥品，否則將面臨嚴厲嘅處罰。專家話，投餵食激素無法提升產蛋量，反而會增加
膽機患病嘅風險，即係有幾大嘅需要會使用政府挺嘅保險俾機食嗰啲激素。有啲專家話，俾膽機未食含激素嘅治療能力提高產膽量嘅講法，毫無科學依據。佢解釋，好多遺傳性嘅激素通過口服容易被消化分解，通常無法達到有效嘅發揮作用。好似錯種生長激素，佢實際上係一種好容易被消化咗嘅蛋白成分，所以換治療嘅話，佢起唔到任何嘅意義。再有一隻雞本身就係成本唔係好高，如果採用一隻一隻打針嘅方式，人工嘅成本都會過高。科膳食品與健康信息交流嘅中心主任鍾海介紹，膽機嘅高產特性核心係源於優良嘅機種同科學嘅飼養。俾膽機未食激素唔單無法提升膽嘅產量，反而會增加雞患病嘅風險。鍾海解釋講，唔單係對於長幼嘅雞，定係對於產膽嘅雞，佢嘅品種已經決定咗佢嘅特性，再未激素亦都唔會有更加好嘅效果。無論係雞自體產生嘅生長激素，定係其他激素，足以維持佢嘅生理功能達到正常合理嘅水平。俾佢遺傳性嘅激素，反而會破壞咗佢本身嘅機體平衡，所以佢更加容易生病死亡。網絡上傳嘅激素膽嘅特徵都係飼養過程中常見嘅自然現象。實際上呢，雙黃疸、膽核軟、大個頭嘅雞蛋、光滑蛋，呢啲網傳嘅激素雞蛋特徵都係飼養過程中常見嘅自然現象。鍾海介紹到，喺母雞產蛋嘅初期或者受到外界嘅刺激時候，都有可能因排卵異常產下雙黃蛋。這種異常嘅症狀其實同激素冇咩關係，比如雙黃蛋，佢其實更加容易出現喺啱啱開始生蛋嘅階段，雞嘅生物節律都仲未調整好，但係批量生產嘅時候，佢肯定會有一定比例係雙黃蛋，包括卵核蛋，因為蛋殼喺輸卵管裏邊慢慢嘅一層層嘅裹上去形成，喺產蛋嘅過程中會受到一啲外部嘅刺激，導致佢排得比較快，蛋殼就薄。最後即係話呢啲謠言呢都係可以廣泛嘅傳播，核心就係阻住咗公眾對食品安全嘅關注心理。專家大提醒，面對網絡嘅流傳高利食品安全傳言，千祈唔好盲目嘅相信，更加唔可以作為日常消費嘅判斷依據，不妨多打幾個問號嘅信息來源是否權威可信，核心觀點是否有科學依據支撐。今日嘅視頻就到喺度，如果覺得我個視頻對你有所幫助嘅，歡迎你嘅點讚、關注、收藏、轉發，亦都好多謝你嘅耐心睇，我哋下一個視頻見啦。